这是什么啊？自己他是王啊，他等于说真的，我这个床上的瓜，那是我亲眼看到的，我是吃饭的。这一点他是大套的早晨去的，他下午是天天在来，就是他的时候只有去学校的东西。他跟我这个是一样的道理，我可能年轻一些，他70多岁，他是顶不住。老跟你讲了，得了这个病，顶就顶着，顶不住就走跑了。跟你讲了，跟着他还没死。哎，这一口气还没灭，他手他啃他的头是人还在动。他是脚手还在动，然后脚手就啃，啃了之后呢，就一个塑料那个袋子的盒袋子，就里面一包，包了之后拿进一拉，然后又偷了一个零，那个好，那个塑料袋子开了之后，又把一次那个鬼模子，就是为了大红的那个鬼东西，又把它一包，4层，然后才开始进那个鬼里面。他有没有抢救一下子？我怎么说你抢救就是氧气？那你们等于说活人自己。他那病就是一直没死，他那不能没死，他拿了传了病，看那个整个传染病院。我们活人就能拿到去烧啊。烧完了，他走去烧蜡烛，跟你讲了。我的妈！我们看了几个，我隔壁房里也是这样的，给我拿走，他完全没有担心，一烧了开始烧了，在打包。我的妈！几个人都是那样的，等于说是。哎，我们都看着那个亲眼看着，我们的住院，我亲眼看，真是想到寒心呐，那真是。